首平安的7月暝吼，来唱一条歌。夜市伫天顶闪闪星，月亮光光照溪边。大树的风微微，听着修仙的吟诗，上帝相思的平安眠。耶和华是我的安慰，我可以拢免惊啥物。虽拄着风台天，伊予我心有平静，予平安藏伫我的内心。我过心山谷也无惊灾，伊话甲我伫底，用话来安慰我，有平等甲慈爱，当我三做伴，有平安对我一世人。夜市伫天顶闪闪。月亮光光照溪边，大树的风微微，听着修仙的吟诗，上帝相思的平安眠。耶和华是我的安慰，我可以拢免惊啥物。虽拄着风台天，伊予我心有平静，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我过心山谷也无惊灾害，伊话甲我伫底，用话来安慰我，有稳定甲慈爱，当我三做伴，有平安对我一世人。我过心山谷也无惊灾害，伊话甲我伫底，用话来安慰我，有稳定甲慈爱，当我三做伴，有平安对我一世人。有平安对我一世人。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伫7月暝，阮犹原用感恩的时，用感恩的声、感恩的心来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所享受予阮的平安，无论是甚物款的年日，阮拢享受上帝你的稳定甲平安。主啊，当阮要进入中秋。全家团圆的日的时，我嘛犹原要向你献上感谢。恳求上帝你，予阮有一粒感恩的心，常常带着感恩的心、谦卑的顺服的心，来到你面前来领受上帝你真理活命的话。愿上帝你真做阮的帮赞，予阮的生命会当拿活伫主你的话语中，伫主你的真理道路的内底，会当活出上帝你所欢喜的生命。也愿上帝你赐福阮，予阮的生命会当不相识，因为主你的真理活命的话，予阮会当搁一摆得到智慧的心。阮相信，阮所领受的使命，也就是为着上帝你所托付予阮的使命的工作，将福音传到伫至未遂的人，做一个忠实的信徒。当心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大家平安吼！来，咱来看咱手边的资料。但顶礼拜我们上个礼拜有特别谈到有关圣灵的恩赐。好，我们下礼拜我们还会继续谈到代祷的恩赐。那其实，在圣经里面并没有特别提到代祷，可是牧师有几次跟大家分享，
不管是耶稣或者是圣灵，还有保罗，其实他们都期待着人与人之间建立一个关系，叫做互相代祷的关系。好，那这个东西我们需要更多的去查考圣经啦哈。那牧师特别还要更多讲一下有关于圣灵的恩赐。那我们知道代祷的恩赐也是圣灵感动的一种啦哈。那代祷的恩赐是圣灵感动的一种哈，我就说错哈，要修正一下。那在圣灵的恩赐里面，在圣经里面有许多信徒啦哈，他们是从圣灵当中感受得到。这哪里外在没信主的人哈，没有信主的人，我们简单用更清楚的叫做超自然能力啦。好，所以这个东西呢，也往往会让许多传道人会用这种超自然的能力，也就是圣灵的工作，来把它更夸大。好，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多一点认识圣经的内容，我们才能够了解到底圣灵的恩赐到底有哪些。那么我们做基督徒才会了解怎么样善加运用。那在新约当中呢，这些超自然的能力被称为圣灵的恩赐，它是没有办法用钱买到赚到的，也不是因为你的你是一个做好业，知识做有的人才会有，嘛不是这样。圣灵的恩赐不是这样获得的，所以呢，上帝他实际上他会很确实的，有些时候他是用信任的人。也就是忠心于神的、忠于神的人，可能这种人他可能是非常的微小，可能他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人。所以圣经里面为什么耶稣他会说，人只要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有没有？在大事上也会忠心啊。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小事做不好，他大事也成不了大事啊。那我们就来推论哦，一个人他有办法做大事。至少他在某一点，他对人、对神，他是会忠心的，对吧？好，譬如说，我简单估一个咧，我当初在回想，我当兵的时候，有人就问我说：“委员，为什么你可以当那个监察官的助理啊？”好，那我就去回想我自己的那种对于长官的那种忠心程度。好，我就在想讲因为恁拢伫恁会安尼嫌吗？恁对长官拢咧讲歹听话，讲咧比我较济啊，若要叫恁做啥恁拢做袂到啊，他们就说可是那个长官很糟糕啊，怎样怎样多糟糕啊，我就跟他们讲一句话，我就说他们再怎么糟糕，他们就是我们是军人，我们就要服从啊，所以呢，我在长官的面前，我不会去好像阿谀奉承，我不会，可是我会做一个非常忠心实在的军人。所以在军事上，在身份上，我就会容易被赋予另外一个身份价值，叫做像辅导专线的康老师。所以，我们如果拿到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为什么耶稣会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大事上也会忠心？也就是说，咱去看到有的基督徒是安怎，他可以在许多的大事上，他有办法管理，他也有办法承担。是因为他小事，我相信他是足够能力的，他有办法去做到的。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圣灵的恩赐要在一个人身上，能力要在一个人身上是非常多的。我觉得这个人他至少他在忠心的程度上，对主的忠心一定是足够的。好，所以呢，这一点我们是可以从这里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呢，我们可以预期神他更可能，我也坏了。所以神更可能会把圣灵的恩赐加给一些什么，在上帝面前可靠的人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你看他的生命就是无介苛刻，你知道不？他遇到什么事情他会容易软弱，他遇到什么事情他容易退缩，他遇到什么事情他容易逃避。所以呢，他很显而易见，他就不会是一个可靠的上帝要用的人。那你觉得上帝的能力会在这个人身上吗？不会。所以你会发现，最近我们的教会，上帝会呼召带领一些新人来到我们当中。那这些新人为什么他们可以胜任我们现在的教会服事？我觉得至少在圣灵的感动里面，神给他的感动，他是一个忠心的人。所以如果不是忠心的人，不是一个可靠的人，
上帝也不会把恩赐能力赏赐给他，所以他在做神的工作、侍奉工作就比较的软弱，而且比较能力不足。好，所以呢，我觉得也不要灰心，我觉得我们更多的了解圣经圣灵的恩赐赏赐怎么来，我觉得读经啊，很多方面我们都需要去探讨哈。好，所以呢，我们看我们的手边资料哈，我们资料里面应该会有哈，人要完全成圣委身圣灵，神才会用超自然的能力使用这些人，有没有这句话？啊，应该没有哈。我们要记得哦，为什么一个人要被圣灵充满？到底圣灵充满的目的要做什么？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圣灵充满的目的是要做什么？是要让他有能力嘛，对不对？让他有能力可以做事情嘛。能力跟信心，很多方面都需要有。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再讲一次哦，上帝他的能力是很大的，是超乎我们人可以想象的。所以我刚刚讲，神像超自然的能力赏赐给人，不管是医病、赶鬼，或者是有信心的能力，他可以做很多的宣告、预言。好。这些能力，我们待会会看到，圣经里面实际上它是在告诉我们，人要能够真正完全成圣，成为圣洁啦，甚至他要足够的委身顺服。好，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哦，圣经里面，上帝他曾经用一只驴子，有无驴啊？好，一只驴啊，来讲预言，讲什么预言？有印象吗？是，新约内面有无？耶稣伊请门徒去倒位？去找一只驴啊，有无？好，讲你甲迄个人讲上主要用伊只驴啊，有无？迄只驴啊意思是啥？伊啥无要用一只马啊？是用驴啊。所以我咧讲的就是讲。上帝启示的预言，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用一只驴子，它是在暗示，预表神要用的人，不见得是一个非常强的人啊，但是神要用的人，绝对会是一个委身、愿意顺服的，像驴子这种生命一样。好，一个预表是这种生命。好，所以呢，不要觉得说上帝不会用我。如果你觉得上帝不会用你，那真的不会用你。因为你的心绝对不会是有信心的人，爱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圣灵恩赐能力赏赐在一个人身上应该要有的基本态度。好，在我们手边的圣经节哥林多前书12章就有列出了圣灵的恩赐，总共有9种，特别是在第8节开始到第10节，第8节到第10节。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圣经里面其实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人不一定能够懂得分辨这些恩赐了，才可以蒙上帝使用这些恩赐。怎么说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先知、祭司、君王，在新约里面当中，所有侍奉神的人都未曾懂得如何分辨这些恩赐到底在做些什么。好，那所以呢，可是呢，上帝有没有用这些人？有无？圣经内底，因敢知影什么文书？古约敢知影？摩西敢知影？伊敢知影有什么文书？不知道吧？对不？有无？伊就叫考起来，就带起来就去用啊。做啥？摩西的文书是啥？大笔的文书是啥？所以咱伫古约内底，其实你看袂出来，到底伊在讲什么文书。但是咱即卖人，咱是即卖人咧看讲，像大笔会晓作诗，会晓修正，有无？还会弹琴音乐的恩赐。其实我要表达的就是讲，圣经内底其实文书这种物件是伫新约内底开始讲起。但是你会当看见，实际上新约内面，咱手边的哥林多前书12章第1节，他说什么？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这叫倒装，这叫做负负得正啊。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两个不叫做就变成正面了。我希望你们明白属灵的恩赐，有无？所以保罗他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好，新约里面他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要了解圣灵的恩赐是什么。好，所以呢，下面我们手边的资料9种属灵的恩赐分类。好，这就是在第8节到第10节里面有特别讲到，说话的恩赐有什么？有各种方言，对不对？翻译方言，还有说预言，这些都是属于说话的恩赐。好，然后来呢，启示的恩赐有什么？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有无？得备赞，有无？这人蒙圣灵赐给他智慧的，好，那人也蒙圣灵赐给他知识的，有没有？好，还有什么？还有辨别诸灵啊，好，辨别诸灵也是一个什么？启示的恩赐。好，这是一种启示的恩赐。好，然后第3种能力呢，叫做能力的恩赐。第3种恩赐就是能力的恩赐。我们手边资料在经文的最下面有9种恩赐的分类，有吗？在下面有啊，这里啊，有啦哈，有。好，能力的恩赐有行异能，好，还有什么特别的信心哦，还有医治的恩赐哦。好，在哪里？第10节有没有？第10节有行异能，有没有？好，还有第9节的信心，好，还有医治的，有没有？第9节有医治医病的恩赐，好，这3种是属于能力的能力的，好，这高种啊，这3种恩赐哦，都是其中哦有3种恩赐是关于说话的，好，3种关于启示，也有3种关于做事情的。好，那旧约里面呢，也可以看到这些恩赐，只是没有说各种方言、翻译方言的恩赐。好，说方言还有翻译方言这2种是在新约里面特有的恩赐。好，所以呢，新约里面没有论到如何正确的使用能力的恩赐怎么做，也很少提到怎么正确的启示的恩赐。不过我们可以知道，保罗他却做出了许多的指示，来说明如何正确的使用说话的恩赐哦。注意哦，说话的讲话的温数，保罗较特别有去讲到。为什么？来，咱来想看卖哈，有2个原因。一种就是因为在教会聚会内底，教会里面聚会里面最经常要用到什么？说话的恩赐。所以启示的恩赐通常比较少啦，能力的恩赐也是最少的。好，行异能、特别的信心跟医治的恩赐有没有？比较少，好，都蛮少的。可是说话就蛮多了。好，所以呢，第一点，由于这是教会聚会中最经常需要用到的恩赐，所以呢，我们需要更多这方面的指示。好，所以是保罗特别在这方面强化的。第2个，说话的恩赐。好，说话的恩赐是因为最需要有人的配合了，对吧？什么人可以讲话？就人啊。好，有可能动物来讲话，还是物件来讲话，还是什么亮光会说话？不会，就是人说话。所以呢，这些恩赐也是最可能会被误用的。注意哦，说话的恩赐是最容易被误用哦。人会安怎？会不会加油添醋？会加油添醋，而且会糟蹋一个议员。好，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哈。你看到一个人做忝，伊伫教会做事工做到足济，我妈妈常常会跟我讲。你忙伤忝，你伤忝啊！你要休困。这句话是主观还是客观的？这个很难，那个有时候是他用将心比心，我很累。对。那你呢？对，他用他自己的角度看到你好像很累很辛苦，所以他直接就告诉你。但是他的预言里面，他加了很多他自己的感受，对不对？好，
所以呢，他告诉你你需要休息。可是如果对还是不对？感觉好像是对，对不对？可是如果站在这个人的角度，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又知道，感觉讲这个话的人，他第一个他也不参与教会聚会，他也不服侍神，可是他时常玩乐，他也不在乎神的工作。你觉得他讲的话语里面，他说神要你休息，请问他像是我们手边是加添了糟蹋了一段预言，还是？但是他这个对象，我就说讲的人，如果像你所讲的话，对，他没有本身没有参与的话，我会觉得他没有资格去讲这句话。然后他又再加了一句哦，兄弟吼，爱你试看卖啦，你就休困啦，莫搁做加忝啦，吼，上帝袂爱咱人安尼啦。这有像我礼拜天咧讲的，迄个魔鬼在甲撒旦迄蛇在甲夏娃讲无，吼有无？上帝敢真正安尼？那假设，如果今天讲的对象他本身他是一个牧者呢？对。如果用假设来对讲，他如果牧者这样讲的话，对一个人用这样子的话，那你就要适度的去调整休息，或者说把一些那有可能我会认定 ，maybe 那就是一种祝福。假如他是一个牧者来告诉我，那我宁可相信，好，他就比较不会是在话语上是会糟蹋一个上帝的恩典，对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保罗他为什么针对说话的恩赐能力上特别讲了比较多的教导。好，我的意思干安呢？好，重点是安呢。所以咱咧去了解圣经内底，我咧甲看在圣经的过程，我发现，好像真的呢，圣经里面好像教导有关讲话方面，真的是给予我们比较多的一些启示或者是看见。那对于其他的可能医病啊，要怎么医病啊，有吗？医病的恩赐有吗？好像我看到的大概就是那个使徒行传哈，那个彼得、约翰，好有无？好，因要开始行咧靠圣神，上帝嘛是靠着互因有圣神，然后甲迄个摆开讲我金甲银我拢无，只有靠主的圣神的气力，气力来请你起来行，这是圣神的气力。这嘛是医治的能力，所以我觉得真的圣经里面真的很少去讲到这一块。可是你看雅各书也有讲到啊，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好，慢慢的动怒，有没有？这个说话嘛，好，很多方面都跟说话有关系。好，那么我们一起来再多一点了解。好，我们要知道圣灵是随着自己的意思来哦，咱就卖探讨性情啊，因为咱在讲圣灵的恩赐嘛，对不对？属灵的恩赐嘛。性情的温属是啥？我们要先了解圣灵的恩赐，它是随己意的，它不是随人的心意把恩赐分给个人的，不是按照人的意思。所以咱哪里讲，我感觉你有这个温属，会当来做这工哦，小心！我较早牧师蛮常这样做的。我较早做节我做节会去讲，你看起来你敢若有这个温属能力哦，你会当来参与这个工作哦。好，可是后来我发现这个恩赐不能这样用啊，不能这样说话了。我袂使安尼去讲啊，因为我曾经捌甲青少年讲，你真正有温水，当来弹吉他，弹到最后伊嘛无咧去教会啊，弹到最后伊嘛无认捌上帝啊。我发现这句话不能这么说了，好，了解我意思吧？而是说，比如说他已经练得很厉害，但对，并不是他这个并不一定是他的恩赐。没错，没错，好。所以我们要留意哦，圣灵它是随他的意思在人的身上做感动的。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我们手边的资料12章11节就这样讲，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咱看咱手边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咱都有讲的8到9节有这些圣灵的恩赐，对不对？可是11节他讲这一句话，就代表圣灵所有的恩赐都是圣灵来的。好，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圣灵的意思分给个人的。还了解不？
所以咱伫人伫信徒的中间，咱袂使随便讲你有这个文书能力哦，唔通。我建议啦，这是我今摆的做法。我较早真爱讲这句，嘛要邀请人来服侍我拢会讲这句。但是现在我在邀请人在讲这些话的时候，要邀请人家来侍奉，我会说神的工作，神的侍奉工作，很期待你一起来参与，因为你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条件，会使来做看卖。但是你的心，我希望你爱有这个感动，放伫基督中，爱有感动。你若无感动，我嘛无爱你做这个代志。所以呢，我感觉安尼较客观啦，较袂误用这个圣神的温，因为明明每一个人的温数就是圣神互伊的感动，圣经嘛安尼写，但是咱随便安尼去讲，你有这个圣神的温数，安尼刚才讲起来讲，圣神是你的人控制哦，了解无？如果说上帝的温数跟圣神的温数，我们会常常咱来讲讲，这上帝的温数。上帝温数会使稳定的相数啊，这是可以的、啊。我把它理解。对，上帝恩典的赏赐让你会有这个能力，所以感谢主，这样讲是没有错。但是圣灵的恩赐，你有信心的这个温数真正真好，要注意哦。伊若不是对嘴家己讲出来感动，咱忙黑白去人讲安尼。比较少会用，我几乎没有用到圣行为。是。就像你说会误导或是对滥用，对。但是我有讲会上帝的力或者属于叫法多理。对。好，所以希伯来书第2章4节说，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机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就是同这些人去做见证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上帝他按着他的旨意用神机奇事，还有百般异能，还有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不是他们不是人是跟这些同他们做见证，对，一同做见证，就是我们实际上要知道，我们的能力真的是只有上帝赏赐的，圣灵的赏赐，不是我们人可以去控制的。能力是这样来的。所以有人可能会经常使用另外一些恩赐，有很多恩赐能力我们不见得能够理解。比如说他会唱歌，他会招待，他有很多这方面的恩赐能力。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些能力有些时候有人可能感觉上好像他会做，好像在他的身上发生过，那我们就认定说他就有这个能力，不见得。我捌拄过，有的人伊做热心交代，但是伊交代一摆了，伊感觉讲伊对这个交代工作，伊做爱、做意爱、做欢喜的。但是无偌久，伊拄到一项代志，我讲你最近拢无来做服侍啊，伊讲就无感动啊。我要讲一下面，我要讲的就是我们那个经文的希伯来书下面那一句话。有人可能会经常使用另外一些恩赐，但是没有人拥有任何恩赐。只因为你行过一次神迹，不代表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施行神迹，也不保证你以后可以再一次的行出神迹。我的意思在讲咱有当时咱拢亚洲讲咱有这个文书能力，但是咱不要运用这个文书能力，因为我感觉无论新热、医病、赶鬼，你有什么款的文书能力，你一定要好好保守上帝给你的感动，好好抓掉这个机会，咱爱温困、认真、谦卑、顺服去做这个工。所以这个文书的能力，可以不断圣神的感动你这个人。若无这个能力很容易，因为这个能力并不代表什么了，我觉得了。那如果说一种负担，我说负担就是说那种负担是有心要做这样的服事。对，这样讲是合理的，可以的。负担是可以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我们简略的查考跟思想每一种圣灵恩赐的一些经文的例子我们会发现，不过要记得神有限的方式去彰显他自己的恩典。神是用有限的方式，我们不可能准确的定出这些恩赐
每次也会如何运作。还了解不？好，这一点很重要，这句话一定要把它记得。因为掌权，对，掌权是圣灵，掌权是他随他起意的，不是我们。好，圣经中没有对这9种恩赐做出定义啊，我们只知道这些恩赐的名称。好，所以呢，我有画一段话哈，尝试定出这些恩赐属于哪一类，但始终也可以从表面的分别来为这些恩赐做出定义。好，但是倒数第2行，好，所以我们明智的话，不要太拘泥这些定义。有些恩赐可能实际是由几种的恩赐所组合而来的，譬如说，招待的恩赐需要什么？第一个，他需要对他这个人自信心的培养。我把你邀请咱的姊妹，伊本身有家己有足侪问题，有病痛，有啥物能力伊嘛袂晓，但是伊感觉讲伊老啊，伊嘛无遐能力啊。伊讲牧师啊，我即马是要做啥物服侍？我就甲伊讲，上帝予你的感动有啥？好，伊讲交代啊，会知啊。我讲啊，你敢知交代爱处理啥？好，我就帮助他去认识他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第一个要有信心，第二个要有喜乐。你面对人爱有喜乐的能力无？系啊，喜乐敢是一种温素？有哦，有的人伊个人看起来做喜乐哦，迄是一种温素。吼啊，所以我感觉温素是一种足侪种的温素会当合作伙啊，培养出另外一寡温素。所以我感觉恩赐圣灵的感动的恩赐，实际上真的是随着圣灵给人的感动，好，很难去定义。所以我觉得这是牧师去查考这个解经家哈，他用这种方式来定义圣灵，我觉得是蛮客观的，好，比较合理。好，所以呢，保罗按照这种思路哈，在哥林多前书12章4到7节，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恩赐原有分别，有没有？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就这么简单。”好，我感觉这个圣灵的恩赐哦，我非常困难。无容易了解。咱人就是教会每一个人有事，怎么多听嘛？对。啊，有做个唱歌嘛？对。有做个祈祷，有做个做满啥代志，这是伊平常时伊的专业哦。对。伊过去训练出来专业哦。对。人讲进入教会对不对？这个是变啊，讲是因的专业就是圣灵的恩赐，这就是。那个是我说起码你要理清，他现在讲这个是圣灵的恩赐跟手的混足都无干嘛，你要理清。无圣神的温素，这其实跟上帝其实迄是同款，迄是无唔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咧讲，咱爱去分别好清楚，就是讲咱茫误用，直接安尼去咧讲这个代志。那比如讲，我们好像掌权了圣灵，可以在一个人身上所赐给他的能力，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能力范围。我的表达只有安尼尔，这不是我们的能力范围。这是过去就是以这个专业嘛，所锻炼出来的，到尾种做老师吼，这也当算讲是圣灵。但是无拄会互主用啊，不一定会被主用啊。你有这个能力，无代表你会互圣神感动哦。嘿，专业才能。对啊，我的妹妹，伊过去嘛无伫咱家咧服侍啊，是安怎？因为伊有伊的看法啦，伊有伊的疑问啊，伊嘛有伊的想法啦。即个讲哪来讲？你当时哦，要开始要开始造就哦，你将来要做啥物代志的时候，对。从你读大学你选啥物科系对不对？你迄阵选调的时候，以后你就是往即方面去研究去读对不对？对。
安尼阵就圣灵已经恩赐你，已经伫个心中，就是伊爱，就是伊爱往即个方面去训练，毋是讲伊出来时吼。这是理论啊。理论原则是安尼啦。咱会感觉讲伊有即个，伊做即个训练，就爱往这方面。但是信心若无感动伊，伊本身若无即种的信心甲人脉，伊无法度互上帝用啊。对，系啊，迄是专业的能力尔，了解无？啊，你照咱讲的圣灵的恩赐，就是讲，伊专业练成了后，伊出来，伊出来嘛都爱得到迄个圣神的感动。对，才会当来用这个服侍。对，原理就是安尼。好，啊，咱来看第一种能力的文书，能力的恩赐哈，我们前面有看到有行异能、特别的信心跟医治的恩赐。那我们先探讨一个叫做医治的恩赐。好，我觉得这个还蛮值得探讨的。医治的恩赐明显跟医治病人有关，对不对？但是通常定义为有人突然给予超自然的能力，可以医治身体有病的人，这个应该怎么样？好像比较困难的一点，对不对？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我想不到有什么地方可以质疑的。但是我觉得在圣经里面的确是有这样的记载，对吧？圣经里面的记载就是耶稣了，对不对？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第5章2到7节，耶路撒冷靠近阳门的地方有一个水池，希伯来话叫毕士大。池边有5条走廊，里面呢躺着许多瞎眼的、瘸腿的、瘫痪的等病人，他们都在等候主的天使偶尔来搅动池水。水动时，第一个下去的，无论患了什么病都会痊愈。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他躺着，知道他病了很久，就问他：你想痊愈吗？那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进池子里，我要下去的时候，别人总是先我一步。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上你的垫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了，拿起垫子开始行走。那天是安息日，犹太人便对那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不可拿着垫子走路。他说：那位医治我的叫我拿起垫子走。他们问他：叫你拿起垫子走的人是谁？那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圣殿里遇见了他，对他说：你已经完全好了，不要再犯罪了，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那人便去告诉犹太人，医治他的是耶稣，因为耶稣在安息日给人治病，犹太人便开始迫害他。耶稣对他们说：我父至今仍在做工，我也在做工。好，这段故事我们大家非常熟悉。那牧师用几个问题、几个问题来让咱了解耶稣已经医治的新约有几项重点，真正有几项重点，咱来探讨。耶稣有医治的官柄，虽然有医治的官柄，但是我嘛在想讲，咱敢无法当亲像彼得、约翰叫迄个摆开，有无？彼得，你讲。我说这段圣经嘿，这是一个譬如，还是真正的代志？真正的代志啊！真正的代志。对啊，这不是譬如啊。这段圣经的时候，这样有一个公平性。想要讲什么公平性？有那你一个讲，你若讲迄个什么迄个字哦，你摇的时候，对。较先跳了。你着勇壮的人，较紧，伊着开始讲咩人先跳，你较有一个公平性。逐个伊无管伊本来30几年，伊嘛无法度当先跳。所以对于这个摆开的人，伊讲伊无公平嘛。伊讲啊伊讲你有想要你有想要好无啊？咱爱看圣经内底看，咱会能了解这38档已经摆开的人。其实咱看完，咱来看这个问题，你得了解哈。第一个问题，现今的生活里面有哪些是等着医治的病人？你看这个圣经在。
嘿，现今第，你说我们现在的生活，今卖生活内底有倒一寡人是等要医治受医治的病人。嘿，什么人？想看麦？有什么人？我对第3站吼看到啥？倒的有倒的，有侪青霉、摆卡的、瘫痪的病人。咱想看卖人吼，青霉有倒几种青霉方式？有的人目睭看有吼，但是袂，伊的心无看哪青霉啊，对无？啊，摆卡咧嘛同款啊，卡是健全的啊，但是伊就是无要行好路啊，吼，无要叮当，无要行好路啊。啊，搁啥瘫痪的，吼，有的人无想要行咧，我插伊遐济，这拢是属于即种人。所以我讲现今的人有侪即种人，包含无要关心社会，无要安怎关心即个环境，吼。我牧师真爱钓鱼嘛，我时常来去到海边啊吼，我刚看到迄边啊遐垃圾吼，我拢会想着讲这个物件后迄干啊，这用的人是安怎伊用完，是安怎要安尼等的，吼对无？但是足少人知影哦，足少人知影这个物件，咱有侪人，我伫路里若看到有人的物件安尼等落的时阵，我过去是足愤慨，我拢会想讲要甲念影，要安怎甲伊检举哦。所以我拢咧想讲，即摆人是安怎咱对这个代志，咱拢无啥物反应。甚至伫教会有当时，咱若看到讲过去物件一个落落去，为什么人会当安尼行过，看到甲当作咱无看到？啊，这敢毋是亲像青霉的人？吼，所以吼，我感觉咱伫咱现今的生活内底，圣经内底伊讲啥物？内底有真侪青霉、摆卡、瘫痪的病人。医治的新业要开始，要对一个有医治的能力，像耶稣来讲，吼，这个故事咧讲起啥？咧讲起爱人，互咱好好去看到讲，其实有真侪病人啊，有真侪伫咱的生活中有侪即种的人啊。但是咱伫活伫稳定中，咱拢无去咧关心这个人，这是第一项。第二个问题，咱来看第二个问题：当一个人患病多时。好，伊几单？38单啊！患病多时，足久啊，并且无力，伊无力安怎？伊敢法度家己挑咧迄猪啊？无法度。即摆人有真侪人，伊有法度通负担医药费用无？你知有真侪人无法度。好，甚至呢，没有帮助的人有多少？很多，甚至想要痊愈的念头，他们有吗？有没有？有无啦？破病人伊敢有想要好，大家嘛有啊，但是因需要帮助，无人知啊。好，所以第7节你看第7节，迄个人回答啥？先生啊，老师啊，水咧动的时阵，无人甲我放入去迄个猪啊。意思咧讲啥？无人帮助啊。所以耶稣做这个譬如，对，你讲是譬如。好，但是我感觉伊这毋是譬如呢？哦，无，我讲这毋是譬如，这真正的代志。好，亚罗撒冷吼，这倒底下这是一个描述咯，吼。所以咱来知影，耶稣伊咧讲啥物？伊跟这个人的对话中，跟这个人伊表露出，无人将伊放入去。我要落去的时阵，别人拢总比我大先一步。好，所以咱的生活内底有偌济人，伊是安尼的人。好，过好日子拢比啥？过好日子啊，拢袂去看到别人的需要，足济啊，基督徒嘛足济啊，吼，所以呢，咱来主动，咱要关心一个人，会友爱关心无？爱无？啊，要安怎关心？足简单的，你去了解这个人到底有破病啊无？你就知啊。好，啊，莫感觉讲这个人哦，这个会友看起来，敢若一路来自会安全啊，无代志。我甲你讲，来到教会每一个人，我牧师吼，逐礼拜我拢会想讲。平安哦，你这礼拜过了好无？我若拄着会议，我拢会问这句话：这礼拜过了好无？因为有足侪物件是这礼拜中间我无拄着的，伊拄着伊嘛无拄会甲我讲。但是我若甲伊问讲，你这礼拜过了好无？一拜两拜讲了顾了，依然啊，他就会敞开跟你讲哦。然后当他讲完以后，你就会发现，感谢主，还好我有这样问他。好，所以一样，我们做教会的事工关怀，一定要时常去看到人的生理上
生活当中的需要，该做关怀。你才多两件事情上。是。我想奇怪，当时看有迄落物件，讲啥物等啥物时阵哦，迄落底下会有的是跳咧，就会伊伫安尼就算做是一个，就是咱神话啊，神话，这是。应该是有人是真正有这个信心。无啦，我是感觉这个我等来查伊注解的。我是感觉这个比这款故事哦，应该毋是讲当时真正有迄个底啊，安尼就袂说讲真世间无奇不有啊，对不对？啊，无你若咧讲是公约迄度的，去取着讲的来说，来说咩挺好，无啦，这另外一个故事，即摆就是。知影，我就。所以来到遐时候，就本身就迄底啊，就迄款新野咧。迄阵到，么新野嘛是对上帝来，你才无就无钱放一个底啊，你讲若什么时间准来，就若无咧摇，就是无后果。就准来是跳落就会当对着伊滴，安尼就算讲，这个世界。毕士大池伊是伫19世纪被挖出来。考古学家因开100档的时间较准确了解这个所在啦。毕士大池伊嘛是迄当时的这个禁地啦，西勒咧禁地的所在。所以其实应该讲起来讲，到底你讲西勒这个西勒所在我咧想啦，应该是人会甲伊神圣化迄个所在啦。这嘛阮爱去做查课啦，爱做查课啦，好，因为我咧甲看这内底，无特别去讲到这个故事相关的资料啦，好，所以咱来看第三个问题，所以第二个问题我咧讲起就是讲，实际上我们要多了解关怀，我们身旁观者，我们身为旁观者，应当要用什么方式来做回应？我感觉耶稣咧讲，你想痊愈吗？咱来想想，去问人这个问题啦。因为我感觉基督徒唔通干那顾家己，咱来想着讲，咱边仔人伊有欠缺的时阵你有想要得到好无啦？因为咱来问的时阵是咧考验咱的信心你敢知我的意思？咱去甲问讲，你有想要好无？意思是啥？无你会当甲我讲什么方法吗？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我感觉讲，我很钦佩，有些时候我很敬佩那一些会关心人、问人家说你好不？然后佫会甲伊讲，上帝甲你医治，然后佫为基督，佫带着信心的态度，甲伊分享，你是安怎食？你是安怎咧生活？佫甲伊关心佫较彻底。所以我感觉讲，这个方法当然无一定爱安尼做无说毋是讲鼓励咱一定爱安尼做。无，我像我妈妈爱安尼讲我的妈妈，我的爸母，因对细汉，我细汉时我就常常看因安尼咧做。所以本身对我来讲，我就是我嘛有这种，我嘛会安尼讲问。所以我特别我看到这种代志，我袂惊，反倒等我会倒转来，我会回到神的面前，在祷告说主啊，这些能力不是我可以拥有，但是恳求你的医治的能力能够在这个人身上。超能力不是咱有能力是上帝要透过咱，会当将上帝的能力放伫这个人的所在。无，啥怎讲？你有想要好，这是咱来问的问题啊！伊甲你讲袂啊，我想要好啊。简单我估一个咧，你有想要趁这个500块无？大家拢袂嘛，对无？伊讲我袂啊，好，我甲你讲，要安怎趁着这500块，对无？咱来甲伊讲方法嘛。我感觉讲，咱拢是上帝的手所做的器皿。咱的器皿就是咧底啥？底上帝予咱的恩典、智慧、甲气力，
然后咱会当有需要的人，咱就甲伊分享出去。所以我感觉咱这个灰啊，你若是不相信，你就干那设甲下啊，拢满出来，啊，拢无物件去互人，甚至你做大咖，但是你安怎？你的志向很大，可是你里面装的很少，你神的恩典也很少，领受也很少。那我跟你讲，你很难去跟人家分享。所以我感觉这个物件，这个角度吼，是需要咱会当来思考。咱是信主的人，但是当人边的人有需要，咱无能力，咱唔知要安怎甲伊讲。互伊靠着信心来挖靠主的信心，互伊会当得到好。安尼我感觉咱的信用嘛是好像很有瑕疵啦，好、变成说只要碰到这个要医治的事情，好像什么都没辙了。好、安尼真无彩。你的信心都要做像彼得安尼啊，你别个行，你看你有的信心。所以信心嘛，信心嘛，所以你才都要讲诶，你有想要得到好，这不是伊耶稣甲人讲的咧。这是咱每一个人拢会当甲伊问的，亲像你的囡仔走来讲爸爸，我的脚受伤啊，伊就是无要听你的话，逐摆就是拢，伊就是嘛无要抹药啊，你一定会甲伊讲，你有想要好无？你若要好，你就听我的话，去看医生，去看医生对。咱的意思嘛是安尼，你若有想要好，来去看，去自行看书，艺术类似的道理啦，角度也是类似的。当然，我们要知道能力不是在我们身上，所以我觉得能力的恩赐是什么？我觉得有人有祷告的恩赐，所以刚刚我们前面有讲，恩赐是透过很多种恩赐集合在一块，它会产生一种能力的恩赐出来。我说医病的恩赐，它是需要很多不同的恩赐，信心、话语，还有同理心，很多很多方面都需要兼顾。所以我感觉讲这个故事，它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和时间关系，咱继续看第三个问题。你觉得要让人得着医治恢复，需要让人先恢复什么生命态度？我用第11节来，你看11节。您感觉第11节，这个被医治好的人，他说有人跟他问讲嘛，讲哎，给你医治的什么人嘛？好，那位医治我的，叫我拿起垫子走。来，请问你觉得让这个人得着医治恢复的是什么？实际的信心能力的实践哦。注意哦，有人会告诉你哦，你还不见得会做哦。耶稣跟他说，你把你的垫子拿起来吧。你说干么样？你要怀疑哦，干么样？没啊，他如果不愿意相信耶稣这句话。我相信，不是啊，这都要讲人讲，因安尼普通人啊。这是耶稣，不是彼得吗？这耶稣啊，他这个他是那个哦，他说这个他是这个受医治的人哦。因为这个人已经就早有听过耶稣实习已经那个啊，所以他是有信心。不是耶稣的普通人啊，靠着信心啊。但是我感觉伊的信心是放伫伊想要好。对啊，基本上。伊想要好。他那个迫切渴慕。然后今天又遇到耶稣，他好不容易，所以他是迫切的。可是我觉得这个人他不是特别看到耶稣哦，你看，可是他听过，对他可能有听过，可是他对，所以你想看看哦，如果他对耶稣他只是看过、听过或看过，不期而遇也好，他对他的信心，我觉得也不会太大了。但是他对他想要好的这件事情是渴慕的哦，所以我感觉一个人伊对自己的能力哈，不管是恢复得病也好，要恢复一定要怎么样？要有足够的信心。所以哈，我觉得这个信心是在什么？在你对自己的渴慕。好，所以让人产生实际的信心能力的实践能力很重要。好，那我们继续第4个问题，针对第14节。好，14节，耶稣说，对，在圣殿遇到他嘛，对他说什么？你已经好了，完全好了，不要再犯罪了，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好，耶稣再次遇见领受他医治的人谈话中所提到的，
当人遭遇更不幸的情况时，与他自身的有罪无罪有何关联？你把后边那句，当人遭遇更不幸的情况，跟伊家己的罪无罪有关系？咱感觉拄过，迄有的人一段时间，敢若做无安稳哦，啊，突然间敢若搁拄着一个更较困难的代志，啊，伫人的眼中看起来敢若做不幸的，有无？基督徒有吗？我现在有想到那个讲，就是说，因为牧师你会讲说，一个人生病可能是跟他犯罪有关，但是以这个现代的社会来讲，你看我们对这个网络在报纸这样讲，现在癌症的在我们的社会已经非常比例高。这个怎么去定这个说他就是犯罪才会有癌症？这个对，很难去定义。思考这个问题。对，不过我是用单纯耶稣所讲的话，好，他说你已经完全好了，不要再犯罪了，有没有？他前提是这句话。那可能这个人以前是懂了吗？常常对犯罪，好，所以呢，当他遇到不幸的事情，他不忘记了，他原本是一个好了的人。了解我？譬如讲有的人哦，伊本身就是好啊，了一个安怎，搁谁他妈放任自己，有没有？有啊，也有可能啊，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的重点不在于那个罪的问题。而是在于什么？在于如果你在神的眼中，你是一个恢复完全的人，好，那么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了解，很多时候我们是很容易受罪的影响。好，所以罗马书第7章23节说：“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做什么交战，把我掳去啊，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啊。”好。我咧讲的就是安尼啦，好啊，雅各书第1章15节嘛讲哦，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了。所以你有看到人诶拄到的困难迄遭遇愈来愈不幸的时阵安尼迄是啥？迄嘛是罪得来的嘛，罪是对倒位来？对私欲来的。所以你有看到最近这新闻媒体咧讲这个有无？讲这个领袖，伊就是安尼啊，敢不是？有无？他是初心没这样子。初心没有啊，结果污染了啊，越来越严重啊，不是这样吗？甚至到最后真的就像要死一样啊，有可能到无期徒刑都有可能呢。对啊，所以如果在人的一生当中走到这样，难道不就晚节不保啊？好，所以呢，我觉得真的。当人遇到这些不幸的事情，不要再继续讲说什么他没事了，懂我意思吗？他不会怎样，不会这样。我跟你讲，人都是有罪的，真的不要这么的客问，靠自己是不行的，靠什么政党也是不行的，唯有靠神。好，第4个问题，从这一则故事当中，耶稣医治人的方式，在医治的恩赐能力上，给了我们哪些学习跟看见？来，你看到了什么？我刚有问的问题。好，我觉得让我学习到生命遇到患难需要的人，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积极的问候，对不对？积极的问候，而且要对主抱有信心哦。好，所以呢，积极的问候就跟耶稣一样，有没有？这个故事里面不是这个伴随这个掰开来问耶稣呢，不是呢，是耶稣问他第6节说，耶稣看他躺着，知道他病了很久，就问他你想痊愈吗？我觉得这句话我们要时常把它放在我们心里面。昨天我在跟一位年轻朋友我就跟他在分享，我说某某某，你现在来到教会，我觉得牧师看你改变很多。
好，当时候你跟那一位年轻人发生了冲突，你看他从此就没有再继续在教会，但是你有继续在教会，好，那我觉得神都会带领你，帮助你，好，那你选择了一个对的路，好，所以咱帮助一个人，互伊了解，这个过程的中间是上帝美好的安排，然后让他的生命的经历，让他知道，哦，对耶，我现在可以去打工，而且是正常的工作，然后自己在很多他用拜日用固定伊上班的时间，拢特别给拜日的时间安排出来、空出来，就是要来教会聚会。我感觉这真好，伊的态度是正确的。好，所以牧师期待讲，咱伫看到这个医治的恩赐能力不管是你自己要怎么样帮助人，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得着这个，你为人祝福的祷告，为别人的生命带来极大的医治的能力，你一定要怎么样？遇到这些困难的人，你一定要积极的问候。怎样第二，你要知影，你要对主有信心。像那是最后一句话，17节。我父至今仍在做工，我也在做工，有无？爱记得啦，咱的爸上帝，伊拢一直在做工咱哪要停止做工医治医治的能力，那是上帝的，那个与我无关，跟我无关系。医治有伊的时间，还有跟我无关系。我感觉咱对医治的文书的能力，想得太简单了。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要时常去想，我们要怎么样有那个能力为别人祝福，让他的生命能够被医治，被神的话语、被神的圣灵来感动，甚至医治他。好，所以我刚这是咱真要紧的动作啦。所以医治有做这种有信心软弱的，有迄个真正有病痛，咱拢要去想，讲要安怎去给帮助。好，安尼简单看咱分享，有什么问题？牧长呢？无啦好，那我们今天牧师特别从医治的恩赐，这个有关能力的恩赐的部分来跟大家分享那也期待我们一起来为几件事情来祷告，来为我们的教会祷告的工作很重要。那我们也期待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在读经、在陪伴读经当中能够带领更多的新家人，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够有领受更多的生命智慧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一起同心在你的面前来领受神你的话语。主，你教导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了解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主的宝血中得蒙救赎的恩典。我们晓得我们的生命就如同今天我们所看见这个软弱需要的变水的人就是掰开的人，他的生命所遇到的是长久的病痛，我们急需要神的医治与赏赐的平安，但我们需要信心的行动，我们需要遵守、学习、顺服神的话语，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要走向的是医治恢复的道路。恳求神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信心，也让我们有这方面的能力与权柄，让我们学习去关心、帮助有需要的人，身体有病痛的人，学习为他们祷告，学习能够在神的眼中能够看见这些人的需要。我们相信你的教会、你的弟兄姐妹所拣选的儿女，我们都能够在你的爱里面，能够行出有医治能力的圣灵的感动的能力，来祝福更多的人来认识主。求主你带领你的教会，让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在彼此祝福祷告里面，在彼此代祷里面，能够学习更好的恩赐能力的功课。我们相信你的教会要得到神你的眷顾，是满有平安、满有神能力的赏赐，也能够祝福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在恩赐能力的上面，能够领受更多的丰盛恩典。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愿主你也保守带领我们接下来要回去的脚步。愿你的平安与喜乐赐福在我们的同工身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这个平安的时会的。